唔該，主席。關於醫管局下稱即係醫院管理局啦，下稱醫管局。咁喺今年初就實施咗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嘅最新推展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鑑於目前病人只能夠喺辦公時間內前往指定服務單位遞交醫療費用減免申請，而透過電子平台自助辦理減免申請的安排最快係今年第二季先至推出。政府是否知悉醫管局喺之前有啲咩措施便利市民辦理減免申請及提升處理效率？二、自開始接受醫療費用減免申請以嚟，政府喺各區合共舉辦多少次簡介會或宣傳活動，讓公眾了解相關減免安排？有否計劃定期公佈公營醫療收費改革的成效數據，例如公營醫療使用率嘅變化、費用減免申請嘅成功率？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三、為配合收費改革的實施和減低急症室喺夜間嘅服務需求，政府是否已經就加強夜診服務完成規劃，包括地區分佈、服務範圍、應診時間及收費？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醫務及衛生局局長。主席，就住陳穎欣議員嘅提問，我哋諮詢過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之後，現在回覆如下：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嘅目的係要加強對貧急重危嘅病人嘅醫療保障。各項嘅措施喺今年嘅1月1號起順利推行。其中，醫管局係擴大咗對貧困病人嘅醫療費用減免機制，估計合資格潛在受惠嘅低收入人士係由改革前嘅90萬急增到改革後嘅大約200萬人，即係每4名嘅市民入邊係有超過1個人可以獲得減免，其中超過95%係全免嘅。喺加強保障貧類病人嘅同時，醫管局係有責任就住費用減免申請進行經濟審查，從而係防止濫用嘅。到目前為止，醫院管理局已經批出咗超過20萬宗費用減免嘅申請，係改革之前全年大概14000人嘅15倍。為此，醫管局喺各個醫院嘅聯網設立咗專隊去到處理申請，並且係制定咗一個有條件減免嘅機制，先批後審。即使喺高峰期，曾經每日係接到超過5900宗嘅申請，其中新界東嘅聯網單日係曾經接過高達1800宗嘅申請，大部分呢啲申請都能夠即時獲批嘅。目前平均大約係82%嘅個案係可以即日獲得批准減免，部分嘅聯網更加係有超過90%，顯示處理嘅效率係相當高嘅。為咗進一步便利病人同埋加快個審批，醫管局正在逐步咁提升我哋嘅電子系統。病人而家已經可以透過 HA 高嘅醫療費用援助一站通去上傳經濟審查嘅文件，同埋查閱申請嘅進度同埋狀況，以及係透過平台去到申請延長減免嘅期限。去到第二季末起更加係可以喺平台度自助咁樣辦理申請同埋預約辦理嘅申請。另外喺辦公時間之外市民亦都係可以使用每個服務單位設立嘅投遞信箱去到遞交嗰啲補交嘅經濟審查文件嘅。自從去年3月公布咗收費改革方案以嚟，醫務衛生局同埋醫管局除咗同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作出咗簡報之外，亦都舉辦咗區議會嘅簡報會，以及主動咁約見咗唔同嘅持份者去做解說。由去年嘅11月3號開始接受費用減免申請，到而家3月，醫管局為區議員、病人組織同埋義工等等係舉辦咗超過1000場嘅簡報會同埋工作坊等等唔同類別嘅活動，從而係將相關嘅信息傳遞去到社區。醫管局係會繼續同地區人士合作舉辦活動，提升公眾對包括費用減免在內嘅各項改革措施嘅認識。醫衞局同醫管局亦都不斷咁透過新聞稿、傳媒嘅採訪、立法會嘅回覆等等去到嘅途徑，去到發放改革嘅最新情況同埋一啲成效嘅數據，
並且係會喺今年嘅5月，立法會嘅衛生事務委員會咧作進一步嘅匯報實施嘅情況同埋成效。改革到而家就住急症室使用同埋加強病人保障係取得到顯著嘅成效嘅，急症室更加能夠集中資源去到救急扶危。非緊急同埋次緊急嘅病人數目較去年同期顯著下跌咗接近2成，救治率係提升，緊急病人喺30分鐘之內就診嘅比率係由去年嘅79.9% 增加到而家嘅88.3%。獲批費用減免嘅病人大幅增加咗15倍，去到超過21萬。而1萬蚊全年費用封頂同埋創新藥物器械嘅資助咧，亦都係漸見成效嘅。就住急症室服務全日，其實急症室嘅服務係24小時全日開放，並且係無需預約嘅。佢個定位係救助一啲病情或者傷勢係緊急嘅患者，同埋災難事故嘅傷者。非緊急同埋次緊急嘅患者咧，係應該考慮公私營嘅基層醫療服務嘅。現時公營嘅家庭醫學門診主要係為基層市民，特別係我哋嘅弱勢社群提供基層醫療嘅服務。而大部分其他嘅市民咧，喺基層醫療嘅需要咧，就主要由私營嘅社區診所去提供嘅。就住公營醫療基層醫療服務嚟講，醫管局目前係有75間家庭醫學中心，其中23間係提供延長服務時段，即係所謂夜診嘅。基於市民對夜診嘅服務有一定嘅需求，醫管局咧係考慮各地區嘅人口規模、急症室嘅輪候時間以及私家醫生嘅服務之後咧，將會喺今年嘅第2季喺屯門、北區、大埔、沙田、深水埗、葵青、觀塘等等地區係會逐步增加，一共25,000個夜診嘅名額。另外，北葵涌家庭醫學診所咧，亦都計劃喺26-27年度將而家嘅逢星期3、4嘅夜診安排咧，恆常化去到星期1至5。醫管局同基層醫療處係會持續咁檢視唔同地區嘅服務需求，並且係透過調配人手同資源咧去考慮調校夜診嘅服務名額嘅。就住私營服務方面，而家全港嘅13間私家醫院已經係提供全日24小時嘅門診服務。另外有大概1000個西醫同埋1000個中醫嘅診所嘅服務點呢，亦都有提供夜診或者係假日嘅門診嘅。為咗方便市民查閱同埋選擇合適嘅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政府建立咗基層醫療指南作為網上嘅資料庫，再列住社區入邊服務提供者嘅資料同埋服務時間。市民亦都可以透過醫健通嘅流動應用程式同埋醫健通嘅網頁入邊嘅搜尋醫生功能，去到查閱呢啲提供夜診服務嘅醫生名單同埋診所嘅詳情。多謝主席。局長，想確認李剛嘅答覆第2部分，醫管局舉辦咗係1000場，而非文字提述嘅100場嘅。主席，係100場。100場。100場。陳穎欣議員。唔該，主席嘅澄清。雖然局長話咧申請唔繁複啦，我都見喺唔同嘅平台一再重申，但係咧我喺前線接觸長者，亦都了解過咧即係申請嘅程序啦，的而且確係繁複嘅。電子化咧可以令到長者唔使咧喺辦公時間前往指定嘅服務單位啦，都可以咧嚟到我哋議員嘅地區辦事處處理得到。但係咧醫療收費改革咧，偏偏就係喺電子化系統推出前咧係去做嘅。咁我都明白局長咧好心急想為庫房慳錢，但係如果有嚟到立法會諮詢嘅話咧，如果能夠為長者紓困，亦都可以喺做好夜診配套前咧，先至推行，遲1-2個季度咧都係值得嘅。咁上年10月啦，電子平台咧就話今年第3季推出啦，今年1月咧就作出咗調整，話喺第2季。咁文件咧亦都提到啦，嚟緊咧會喺第2季尾去推出嘅。咁我哋都好期待。我想問有冇數據評估進行電子化之後咧，可以節省幾多處理申請嘅人手咧？局長。醫療服務收費嘅改革咧，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咧，其實係為我哋嘅貧急重危病人提供保障嘅，更多嘅保障。其實個數據顯示咧，越早推出係更多人受惠嘅。
好簡單，我哋個急症室嗰度已經顯示個成效啦。同時由個費用減免嗰度，你要睇到咧，以往一年只係14,000人可以得到減免，而家短短2個幾月之內咧，已經有21萬人獲批。其實接受咗服務嘅病人咧，係去到超過33萬嘅。咁呢度咧，21萬入邊咧，其中有接近20萬咧係以往需要俾錢，而家咧係唔需要俾錢嘅，全免嘅費用。咁所以睇到呢個，除咗喺個成效喺個急症室度，令到更加能夠真係救急扶危之外咧，其實更加多人咧喺個機制之下，真真正正嘅貧嘅病人係得到個減免，由原本佢可能要俾少部分嘅錢咧，去到完全免費嘅，係100%嘅資助嘅。至於你提到嘅嗰個網上嘅一個申請咧，其實現有已經有一啲部分係可以得到由個網上用個手機應用程式去，包括提交嗰啲資料啊，以至睇嗰個申請嘅進度咁樣。至於直接申請咧，係會喺第2季可以提交得可以做得到嘅。多謝主席。局長，你可唔可以直接回應陳議員頭先嘅提問？有冇數據或者資料？數據講咩？你講嘅數據係？陳議員，請你簡單重複你直接嘅跟進。唔該，主席。頭先問到嘅就係咧，我哋喺電子化嘅平台全面推出第2季尾咧，我哋可以節省幾多處理申請嘅人手？局長，醫管局喺個醫療費用減免嘅專隊入邊咧，其實係動態咁調整人手嘅。由最初嘅時候，我哋每日有接到頭先提過高峰期5,900個申請啦，去到而家其實個數量已經大幅咁減低咗，去到每日大概係3,200個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會繼續睇住個人手去調整。特別係其中有好多減免嘅咧，係一個有條件嘅減免，即係話係先批後審嘅。佢哋得到咗個豁免之後咧，然後先提供資料。咁呢部分嘅病人咧，其實現有佢哋已經可以用個電子方式提交個申請。我哋冇辦法估到個數據可以減少幾多人，但係我哋會動態調整。